台东街区欢迎发展协会是台东路二段两边商家组成，横跨南区甲东区。27日上午，市原林美宴、詹培雅、黄丽娇、中华民国全国商权总会长胡成浩、市府经发局新闻处以及南区区公所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来欢迎市民来到台东街区吃美食、买年货。欢迎宴这个菜色又是一个代表作。我们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前面的部分就是大同三街这个一个敲澎湃团圆餐，敲澎湃团圆餐，也就是我们大同餐，大同宴这个前面有吃到的大同宴，每一道菜绝对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现在疫情之下，大家嘛都觉得写菜市我嘛年假的时候，趁这时候大家可能不能出国，更在家里吃团圆饭。所以我们商圈的这个所有的理事长跟理事们发起这样子一个联菜好，大家会当去订购，会当有厝的人食得足温暖所有大同宴这一道5000块，这是经过阮试食，搁再试食，试菜搁再试了这侪店家40几道菜，出来硬试出来。今仔日正式推出。这个羊肉伊是羊小排，所以一个羊肉，一个姜母鸭。一个芹，一个寿，叫做芹寿锅。伊咧食起来口感，就是互你感觉讲有食到即个姜母鸭的新香辣，包了即个姜母鸭麻油，搁新香辣。即个羊肉就是很浓郁的那种中药味，所以让你感受到一种叫做霸气中带点温柔。台东街区欢迎发展协会推出超澎湃台东团圆餐，10人份5000块豆菜组合。包含姜米鸭羊火锅、爆浆金流沙汤包、红烧狮子头、日式东坡肉、佛跳墙、嫩骨左烧肉，以及酸梅汤等10道各式各样经典，也就是创意佳肴。这料理全部拢是来自台东街区精选的店家，不管是口味、卫生，拢有保证。主办单位嘛欢迎爱食美食的民众，会当拨卡06255579，也则是会当向林美宴、詹培雅、黄丽娇3位议员服务处来预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